顶个月2日，有一个姓肖的查甫人骑独赛车去弄到学生的自行车队，造成7个囡仔轻重伤。警方也伫咧嫌犯的车顶抄到毒品和制毒工具，也掠到这卖毒品的嫌犯。检方的中华检方今日依照骑独赛车过失伤害毒品等罪嫌，甲这2个人起诉，也希望法院呢来改判10年，抑个12年。 警察超找轿车，伫驾驶座的车门边找到一罐，唔知影是啥物水。这个吗？这个拉开，让他拍一下。警察斟酌甲超，搁伫副驾驶座发现1支电子烟，含一大堆尖动者器具。这台车是伫中华鼻头乡中水路弄到学生的自行车队，因为调出这细小的查甫人是涉嫌骑毒赛车，警方顺线追查毒品的来源，逮捕涉嫌卖毒的姓陈的查甫人。经过严谨数日的埋伏，在一处出租套房内，成功将该名犯嫌查缉到案。细小查甫人伫顶个月2日早起，赛车电导向启动空桥国际学校寿工校区学生成年礼的自行车队，造成7个人轻重伤。检方透过检验，发现细小查甫人体内有真侪项毒品反应，包括肉内面的甲基安非他命、可体因和安非他命拢超标，莫非阁超标1106倍。血内面有伊通米酯和伊的代谢物的成分。检方查出甲细小和细陈的嫌犯起诉，而且求处动刑。经检察官以毒驾致重伤、公共危险及过失伤害等罪嫌提起公诉，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0年。毒品来源诚信被告一并起诉，具体求刑12年。检方表示，讲这细小的查甫人对2003年开始，就有真侪摆使用毒品的记录，已经坐监真侪摆，而且是累犯，向法院求处动刑。学校对起诉毒驾是无愿意加做评论，但未来继续替备成年礼的活动。目前我们没有打算要停止啊，我们不会轻易放弃办的活动，因为这活动还蛮重要的。当然这次的经验我们会拿来做之后规划的参考就是了。另外，受伤的学生的部分，学校讲，其中6个人已经返来学校上课，而且安排心理辅导。另外一个伤势较重的细眼的学生，伫4月底，佮完成一场手术了后，即马伊的状况嘛袂歹，各方面拢对好的方向在进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